警方喺7月7日至8日展開大規模行動，打擊非法收債活動，成功偵破6宗案件，拘捕9人，其中包括8名未成年男女。調查顯示，涉案收債集團具有3合會背景，主要透過社交媒體同通訊軟件，以每宗800至2000港元嘅報酬，引誘青少年參與非法收債。被招攬嘅青少年會購買紅油，並喺指定地點淋潑或破壞。據了解，被捕嘅未成年男女，有人作為行動組成員，負責淋紅油，亦有人負責派單。佢哋主要係中學同學或者喺球場認識。警方翻查銳眼計劃下嘅閉路電視，迅速鎖定疑犯身份，並發現佢哋涉及天水圍同觀塘嘅案件。行動中，警方檢獲紅油同涉案衣物。另外，警方再拘捕3名操控人員，包括1名24歲本地男子，報稱健身教練。警方相信，該集團利用青少年入世未深、散播未成年唔會被捕等錯誤信息，以金錢利誘佢哋犯罪。所有被捕人士已獲准保釋候查。警方呼籲保安人員提高警覺，並提醒青少年暑期工要小心選擇，切勿因1000幾百蚊嘅快錢而以身試法。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，刑事毀壞最高可判監10年。